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8月2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4篇，创世纪50章15节到26节，马太福音第16章5节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法利赛人的笑。有句俗语这样说：近朱者赤，近墨则黑。我们在生活上面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非常容易受到这样的一个人格的影响。因为在生活上的影响是每一天的，非常深刻的。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的生活，在他的父亲雅各埋葬之后，他哥哥们就开始担忧了。那是因为过去哥哥们嫉妒他，然后陷害他，出卖约瑟。事实上，约瑟并不是他们所担心的那样子的人，就如同他在跟哥哥们相认的时候，他曾经所说的一句话。圣经记载，但是你们不要为这件事情焦急自责。上帝为了保存大家的性命，亲自差我先到这里来。这地方的饥荒到现在才2年，还有5年不能耕种，也不会有收成。我也要保存你们和你们的后代。上帝差我先来到这里，用这方法解救你们。这样看来，差我来的是上帝，不是你们。他使我成为王的最高官员，做埃及的宰相，治理全国。这是记载在创世纪45章第5节到第8节。约瑟已经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态度，他所看重的是上帝的旨意，不是以人的仇恨、人的角度来记恨来回应。因此，约瑟就这样子来回答，告诉担心的哥哥们。我们看整段的经文的记载，父亲死后，约瑟的兄弟们想，如果约瑟怀恨在心，照我们从前对他所做的报复我们怎么办呢？于是他们请人转告约瑟说，父亲临终的时候交代我们，告诉你一句话，你哥哥们得罪了你，求你饶恕他们的罪过。我们是你的父亲上帝的仆人，所以求你赦免我们所犯的过错。约瑟听到这话就哭了。后来他的哥哥们亲自来见他，匍匐在他面前说，我们都是你的奴仆。约瑟告诉他们，用不着害怕，我不能替代他们。你们本来想害我，但是上帝却化恶为善，为的是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由于从前所发生的事，今天才有许多人活着。你们用不着担心，我一定照顾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约瑟用仁慈的话安慰他们，使他们放心。我们看到一位不受一般人的价值思想文化作为影响的约瑟，他坚定地相信上帝的旨意，
并且因此来爱他的哥哥们，来原谅他们。耶稣基督提醒门徒们要提防不好的影响，因此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影响是极大的。我们现在人说氛围，一般我们说环境的影响。在教育上，我们说同侪压力。论语述而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我们在提醒这种环境对我们的影响的严重性。耶稣基督在门徒当中，他们在一起走的时候，门徒发现没有带饼，耶稣就趁机会这样的来教导他们。圣经的记载，门徒渡湖到对岸，忘记了带饼。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小心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母。”门徒彼此议论，他说这话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在讨论没有带饼的事呢？你们的信心太小了，竟然到现在还不明白。难道你们忘记了我曾把5个饼分给5000人吃饱的事吗？当时还剩下多少篮的碎屑呢？还有那7个饼给4000人吃饱，你们又收拾了多少篮的碎屑呢？为什么还不明白我不是跟你们谈饼的事情？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母。”门徒这才明白，耶稣并不是要他们提防那里的酵母，而是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法利赛人和撒都该派的他们的教训成为圣经里面非常标准的一个负面影响的代名词。但重要的是，成为一位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就要去避免这样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那种负面的影响。就如同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当中所说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要提防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种错误的影响，因为这个影响会如同一堆小小的酵母一样，它只要是一点点，就可以造成极大极不好的负面影响。诗篇124篇：以色列啊，你说吧，是不是上主帮助我们，会怎样呢？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那么仇敌攻击我们，向我们发烈怒的时候，早已活生生的把我们吞下去了。洪水早已卷走了我们，浪涛早已淹没了我们，激流也早已把我们冲走。我们要感谢上主，因他没有让仇敌毁灭我们。我们像鸟儿挣脱猎人的网罗，
网罗破裂，我们得到自由。我们的帮助从上主而来，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感谢上帝赐下救恩，求主帮助我们有高度的敏感度，能够提防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一般的这种负面的教导的影响，成为光明之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